宏康牙科成立於2010年，以專業結合先進科技，為診所鄰近區域嘅居民提供可靠同收費合理嘅口腔診療服務。我哋嘅牙醫團隊進行專業同詳細嘅診斷及分析，以盡量保留原生牙齒為原則，尊重患者嘅需要同意願，同你一齊制定個人化嘅治療方案。我哋亦着重同患者建立持續同互信嘅關係，務求令治療方案達至良好效果。診所備有全方位嘅牙科儀器，包括電腦掃描 CBCT 同 iTero 口腔掃描器。電腦掃描可以睇到牙齒同牙骨嘅 3D 立體影像，應用範圍廣泛，包括箍牙、杜牙根、剝牙、植牙等等。iTero 口腔掃描器可以睇到全口牙齒情況，既可以睇到有冇蛀牙，亦可以用嚟印牙模，仲可以睇到箍牙嘅初步模擬效果添。我哋積極推行全面電腦化，唔單止簡化工作流程，仲提升咗病人嘅服務體驗。自動化確認預約，確認預約呢個步驟唔使再等診所打嚟，而家只需要依照信息指示回覆就可以1秒確認。系統會定時發送信息提示你更換牙箍。另外，而家只要同前台職員報到，系統就會自動發送登記連結，咁就可以坐低慢慢填，保障私隱啦。24小時自助預約平台，考慮到都市人忙碌嘅生活節奏，我哋特設24小時自助預約平台，無論係假期定半夜，都可以揀選最適合你嘅時間，連更改預約都可以自助處理。相信你都有試過深夜突然牙痛，痛到成晚瞓唔到，要等到天光診所開門，先逐間診所打電話睇下有冇期。我哋宏康牙科每日預留位置俾緊急病人，只要你登入24小時自助預約平台，第二朝一定可以睇到你。宏康牙科嘅專業醫生團隊提供全面嘅牙科診療服務，照顧你嘅口腔需要。全科口腔治療包括洗牙、補牙、剝牙、杜牙根、止痛服務、鑲牙、植牙、牙橋、活動假牙、牙齒美容、牙貼、牙齒美白、箍牙、隱形牙箍、傳統箍牙。另外，我哋仲陸續增設緊專科服務，例如口腔頜面同埋牙髓治療專科。無論牙齒有咩問題，宏康牙科都會係你嘅專業夥伴。